actually be seen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not to be swept like that. 咩啊？對，好。咩啊？唔知就算。有律師就話，如果中國喺美國買嘅減少嗰個專利特別混合，更加可能唔知。我當落船受節，喺國檢查，明年面期突起，分落不唔止於是，而若分庭，上都期要獲批，為期5年。落個公司一會額外，世界產業都會受到達至專利。佢話：如果中國喺美國銷售嘅雜誌完全符合嗰個專利特色，被視為違反美國專利法規。事件引發大量討論，有內地網民呼籲公司利用法律手段將中國傳統點解你會去中路啊？會去中路。我要升呢先可以打到人，我要升咗呢先可以打到人。放心啦，我會請教你一次，幾段。放心啦，冇嘢嘅。預備，有我喺度。開始。翻嚟初時你必須要更加走中意玩嘅城市，例如涉及比賽咁要作嘅費用，算上14年。係即係乜寫住嘅？哇！佢要俾一挑就搶我嘢，有錢。等等，你過嚟，我請教你。哎呀！英國場比賽今日先喺裏面睇咯，喺附加賽嘅聯賽，你會見到建築馬刺喺手錄晒，全場嘅最高分，最高入面。我知啊。
香港亞洲少年於18年嘅有標準，我將比賽中結婚100米。或者3日幾內50分嘅總決賽係都上300，以小嘅而家咧同香港一個呢個超高速飛機賽事，半決賽呢個16歲港將出10.4日，而上機手第3名我都獲得全部發比賽嘅可能日本賽。總能夠整到咁世界都往我哋嘅梁靜芬大談埋。正面對新生日本球手會選出，唔係咯，領先到6-0。係咯，對自己舉法，唔緊要。出之佢反咬斜線得分。我而家係講喺呢度，佢哋趁機學分，佢哋睇唔到嘅。世界以呢個世界大借同手會直落擊取，接住兩個到56標準上表現反發進嚟堅持。好似梁靜芬咁，手機令佢主持專注分析周嘢不得地球嘅乜，這次比賽全勝。香港連一隻孫明生都排名10月嘅奧地利球手保金諾娃，連續第3次手比4之內，都見住佢啦，亦都知對手正手接緊咗。連車6比10時追近，拉緊隻先。第二次標時再明15比13，最後再入哇！鬼輸空，好陰濕。佢殺咗嘴，話得意啊！我俾間前面默長嘅後，自然大型體育、民間藝術、金融演繹同旅遊盛事，吸引大熱嘅領袖、藝術愛好者同觀眾熱地熱嘅時間，繼續令你目光行空，好似喺啲盛事國際上，期待大家同更多旅客齊參與樂趣其中。我去上路過。正是因為咁，所以有本事。食物落單嘅，你先煮神魚，你嘅想叫條。咁我會好手，千萬就係可以喺世界各地實現你想要嘅事。永遠啲年青鮮活儲蓄保險產品都通過為你嘅條款。你想寫通 H 對子？你守住個塔。
这个是自己的过程。哎呀，輸咗，拜拜。玩多一鋪。不如我哋我用人機嚟俾你試下玩。係啊，人機啊，見到人同埋人咯。係啊。等多一陣。國家主席習近平從全極朝早抵達東南亞三國之旅嘅最後一站柬埔寨嘅非洲主席兼參議院主席金新莫親自到首都。喂，聽唔聽到？點解冇音樂？明顯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內政，挑撥離間，破壞中港樓哇！預備，開始！頭先唔知做乜鬼，舞蹈紅絲嚟揀咗，你揀咗舞蹈紅絲啊？呢個咪真人咯，我哋電腦人。以開放包容、團結合作、抵制脫鈎事件同埋垃圾問題。快啲走！當從單方面成功最懲罰。各位你嘅習近平星期七喺堂內都會加在中國上並深化一帶一路協議與兩岸一邊對接合作。對參與維護全球油後經濟直經白中華關係視為越南整體對外政策嘅重要優先。你快啲走啦！你又快啲走，你已經冇血㗎啦！
傳出祝福嘅禮幣對每個有側邊做好人後工作嘅，我哋傾。3咩啊？我唔知啊。一個邊立邊嘅咯，咁多都人咗真係啲關鍵嘅工作，呢個安排唔到，邊嘅嘢咩？香港升到廿年。胜利！教育。咩？玩多一鋪啦。OK。咩？哦。哎呀，我去咗啊！去旅行啊！
知名哦，你先生先生。好的，我收的是老别人，好，夾啲鬼，我要殺咗份咁鬼佢。预备，开始。兩多年嘅一個朋友一定要記住，幾十年前咧士多買張裝嘅水會俾佢零一至一至一倍哇，8個鐘嘅時間可以換到全個中成之後咧，回收嘅玻璃樽係可以重用，亦都牽涉製造商嘅先係俾人而家咧好多翻產乜多嘅所以就呢個當時少少好少人寫得。我而家嚟㗎，香港人每日需要過嚟。包嘅，為咗鼓勵回收，咁政府對第二選擇一個新你過嚟，你過嚟，你過嚟。呢個先生老師嘅斜提供當然以及你咧要負責，如果係拆呢啲回收嘅先啦，可以用8至10先細水平行業失成，只係攞翻幾。我幫你打成咗一隻，你知嘅。我仲得呢一個印嘅情況，點係失？因為點解咁多技師或者前點，都會令到自己好難將廣州得嚟呢啲咧收攞嚟做。因為香港食材回收嘅先係全收得，由於製造商需要攞出真金白銀而做嘢，不過講下你唔好嘈住先啦。人陰勢，一場先至3天前嘅北路，當然呢個最可能得，啲條款嚟講會貴咗好多，好似大範圍都話好啲時間預測年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就業唔足都有品質控制措施啊！神都神。其實唔將自己唔知。你知咪非常難，更加資本連鎖生產，大笨象。我自己都幾真係咩啊？真係俾睇呢個啦，我一陣間會攞啦。接觸冰零號200
全身算着用觀眾俾唔着咯，謝正心。哇！幾時咁多人㗎？我請你，真係好辛苦。呢次咁多人，係啊。有啲啲一條線打，有乜嘢？我先至會參與結束，你知唔知唔知隻男？我啲加入。胜利！大家有發現啦？我是